小心不要被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有人因为不会判断交易所是否安全或诈骗而失去所有钱。有问题的交易所通常有3个套路。第一，如果一个交易所宣称稳赚不赔钱，99%就是诈骗。第二，有人奖励，注册就送高额奖金，这些都是吸引你入局的手段。第三，缺乏透明资讯，官方网络无法查到幕后团队，也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3个方法判断。第一，交易所是否有符合规格的执照，选择有政府监管的交易所。第二，有透明的公司背景与资金托管，官方网站有明确的团队资讯，并确保资金存放在安全的第三方托管。第三呢，查看用户评价，多找网络评价，避开曾经有跑路或黑历史的交易所。永远不要把所有资金放在同一个平台，投资前线做好准备，帮自己多多把关，避免被骗。想知道正确的投资理财法吗？留言加1。